市府为了鼓励大商回流，全力推动柳营科工区第3期开发案。虽然预定开发86公顷范围已经确定，不过也停留在可行性评估。所以议员蔡耀辉除了考试到位退休，拢也未做，要求尽速开发发展溪北以外。嘛，因为台积电伫桃园龙潭3期确定无要进驻，所以议员希望用咱柳营科工区3期来争取台积电，甚至用议员的职务来搬，一旦争取不利，要辞职。龙潭3期无爱，咱南科一地本来就要互伊啊，迄大清敌，你讲迄个选举话我听无，本来咱规个一地要互伊啊嘛，这地有可能，这个。会当爬到10公顷呢？有可能无啦。议员，你是希望龙山变柳山，对不对？有啊，你点解历史留名？伫我你也甲你拍破啊，讲反为责任来有争取到一块，确实这地咱溪北，对不对？我甲你讲过就该啊，你嘛去甲阮姊来讲一下，做评做互你，对不对？我嘛要甲蔡总统未来唔管上做总统，希望是老总统甲争取一下。好容易啊！做我争取无成，我事实你也讲别人做，你讲我都争取啦。莫拔这硬啦！我都无，我都做不偌久啊。你意思讲伊不一定会调的？好容易会调未调，偌清点会调未调，做乜讲？你干嘛听我讲？但是莫用去油来拔啦，咱是讲咱的努力争取啦。会中议员持续关心溪北人口流失，要求区域平衡以外，嘛替大东山、基隆山的停车场、凉亭、厕所等设施来为登山的民众请兵。对此，市长表达该案的争取经过历届市长开始有难度，不过伊答应年底明年初完成协调，尽速建设。台湾新闻军及林英庚采访报道。